大家好，我係 Jason，又返嚟站見鐵路展啦。今次呢個展覽仲開之後改咗名，叫做再遇站見鐵路展。呢度同之前唔同嘅係，宣傳排版唔再係 Q Train 同埋白頭 Train 嘅相，取而代之嘅係黃頭同埋白頭嘅列車車廂。喺出入口處會見到有新加上去嘅舊式轉棍閘機。以下係講一啲注意事項：一、入場嘅時候，記得一定要出示反呢一個 QR 碼。呢一個 QR 碼只可以掃描一次，則係話只可以出入場館一次。二、由於展覽廳位於以前紅磡管制站內，雖然紅磡管制站已經撤銷，但入場人士仍然需要喺禁區內帶呢幅相裏面嘅嗰張證。離開嘅時候要俾返呢一張證俾職員，之後職員會送一張紀念車票。三、展覽廳內不設洗手間，如果想去洗手間嘅朋友就喺入場之前好去啦。注意事項就講完啦，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開始。因為我拍片嗰日係站見鐵路展仲開後第二日，所以嗰日都幾多人。一入到嚟就會有呢個時光隧道，咁左邊呢幅柴油機車嘅相，右邊就係紅磡站起緊嘅時候嘅相。去到時光隧道嘅盡頭，望返去入口處，就會見到 A Train 同埋而家嘅紅磡站。而呢度就係講關於1979年地鐵通車時嘅歷史。呢一度就有雷達表於1979年安裝喺每個地鐵站嘅鐘，現已退役。呢一度就係列車大解構，有 M Train 嘅車門同埋一啲零件。呢度仲有一啲地鐵通車前後嘅展品。呢度仲有白頭 M 車嘅座位，波波扶手。上面仲有港鐵站嘅燈箱。入到嚟之後，就會有2500張車票及八達通組成嘅牆。咁後面全部都係新加嘅。呢一度有個 LED 屏幕。有一啲俾小朋友玩嘅地方。哇！呢度有呢一度有啲列車模型，港鐵展廊關閉後搬過嚟嘅。
呢度仲有一個俾人無意駕駛列車嘅地方。呢一度係俾人打卡嘅 M 車列車車頭。左邊可以聽到香港、內地同埋外國由港鐵營運嘅廣播。呢一度仲有一啲展品。So big. Okay, can you point it to the呢一度仲有隧道轉滑機嘅模型。再講一次啦，呢一度就係車票場，你可以隱約見到 MTR 3個字。我哋而家就落月台啦，下面有4列已經退役嘅列車。我哋而家介紹第一部列車先，呢一部係九廣通 KTT， 喺1998到2020年投入服務。機車係來自瑞士，車廂為日本製造。呢度餐可以拉落嚟。已經壞咗嘅閱讀燈。呢一度仲有一個卡位。
呢架係九廣通嘅機頭。呢度有關於九陰直通車嘅展品。我哋而家去睇下一架列車。呢一架係黃頭九廣東鐵嘅第一架電氣化列車。嗰站未？到未啊？下一站。波波扶手。呢啲只可以貼呢度。呢度有單的喎，唔使咁樣四個。依一卡冇咁逼嘅喎。得出嚟。再呢邊上其他。呢一架係56號柴油機車，命名為杜利華號。呢一架係 MLR 列車，又有個名叫烏蠅頭，喺1998至2022年投入服務，亦係黃頭嘅第二代。呢一架係 MLR 頭等車廂。
波中。月台控制室。呢一個係 MLR 退役時嘅相片。呢一架係 MLR 駕駛控制排版。你可以見到 KTT 同埋 MLR 嘅列車連埋一齊嘅。呢度仲有港鐵同埋政府嘅宣傳海報。呢一個係 KTT 特等卡車廂上層。而呢一度就係下層。呢一度係 KTT 頭等車廂嘅下層。廚房。
呢度有以前地鐵嘅找續機。呢一度就講關於港鐵未來發展。呢一度就係出口啦。而喺呢個時候，要俾返啱先開頭嗰張證俾職員，然後你就會獲得一包懷舊紀念車票。今次嘅參觀都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